然你看一下这表放你这儿，你能给我拿走多少？欧米茄电脑盘，你就剩一个单表了。对，都没了。那我给你猛猛的15000，市值15000哈，然后我能给你的话1万块钱吧，够吗？想用干点啥呀？应该也够了，这不冬天吗？我又得买羽绒服，又得买羊绒衫儿、羊毛大衣，什么棉裤子，我再做个5两的大棉裤，我再买个雪地棉。你不知道东北的冬天很贵的吗？那5两就过分了吧？这2两的就够了，你5两的你上哪去啊？我要上漠河看极光。我就说话直点哈，你都能带得上欧米茄的星座，你还差这点钱买东西了？00后的消费是很超前的，我既没有房贷，我又没有车贷，我又没有老公，我又没有孩子的，我一点压力都没有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我父母也不用我赡养。那你这些都花了，你到时候拿啥来取回去呢？那我不还得挣钱呢吗？我主打一个兜里不揣钱，拆东墙补西墙，就主打一个自己过得得劲儿。我过得得劲儿的，全家都得劲儿。身份证啥带了吗？咱俩得走个合同，没问题吧？带了。